哇！你都做過好多份工㗎喎，就4、5張強積金戶口嘅帳單咁亂嘅。所以我咪咁煩咯。其實你可以開一個強積金保留帳戶，集中處理晒所有過往累積嘅強積金㗎喎。你亦都可以考慮作出額外特別自願性供款，隨住自己投資目標同埋退休嘅時候嘅需要，去決定供款金額。期間仲可以靈活提取額外累積供款，以備不時之需。隨住 Jason 講嘅方法，我知預計喺2011年將會實施新項目，叫做強積金自由行。到時每個僱員可以更加自由咁考慮受託人同服務提供者嘅服務範疇同水準、基金選擇嘅多寡、適合程度同埋收費等等因素去決定自己嘅強積金計劃。咁快啲打電話俾提供強積金服務嘅機構，等佢哋幫你安排好所有手續啦。